Hello，各位街坊，我係 Neil，早晨。咁講到呢個5年計劃咧，以前大家可能淨係聽到內地嘅新聞講咧，11.5啦、12.5啦、14.5啦，但係今次輪到香港做主角啦。特首李家超咧早前就宣布，香港要主動對接國家嘅15.5規劃啦，首次自己編製一份屬於香港嘅藍圖，經濟同社會發展第一個5年計劃。即係2026到2030年嘅，目前咧公眾諮詢喺度搞緊，最快咧今年嘅第3季度尾咧就會出爐噶啦。咁呢份香港史上首個5年計劃，究竟會講啲咩呢？同我哋呢班打工仔，又或者同我哋星斗市民會有啲咩關聯呢？咁今日我就用最貼地嘅解讀，同大家一齊去拆解下佢個核心內容。嗱，首先要搞清楚點解香港要搞呢個5年計劃。以前香港施政咧最中意講積極不干預或者大市場小政府，通常係1年出一份施政報告，今年諗今年嘅嘢。但係依家全球經濟競爭咁激烈嘅情況之下，如果繼續仲好似以前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咧，就好容易俾人哋拋離嘅。相信大家都有呢個感覺。加上依家係國家15.5規劃嘅開局之年，中央對香港係定咗10個中心啦、2個樞紐啦、1個生態圈、1個都會區、1個高地咁樣一個超宏大嘅要求。特區政府咧就由以前嘅被動融入變咗依家嘅主動對接，所以就要劃定一張跨界政府嘅中長期發展藍圖。費事換咗特首咧，就換個玩法，確保呢個政策有佢嘅延續性嘅。核心嘅重點係咩呢？呢5年主攻邊6大範疇？呢個係我哋一定要認真聽嘅。咁成份諮詢文件咧有成32頁咁長，包羅萬有，但係最核心嘅可以歸納做6個板塊。第一，北部都會區唔再係紙上談兵，北都咧係未來5年香港空間規劃嘅重中之重。政府要加快呢個新核心區嘅建設，將佢變成香港對接深圳啦，融入大灣區嘅橋頭堡嚟嘅。以後香港唔會再淨係維港兩岸，北邊都會有新一代嘅經濟、科創同埋居住中心。第二個就係金融貿易啦，要穩住呢個金漆招牌。香港咧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，傳統嘅優勢咧就一定要保住嘅。未來5年，除咗要繼續鞏固股票啦、外匯啦同埋財富管理之外咧，仲要揾新血，即係例如大力發展向西開放，就好似特首去中亞插旗咁樣，開拓一帶一路嘅新市場，仲要將香港打造成跨國供應鏈嘅管理中心。咁第3個咧係告別地產獨大，即係要有創新嘅科技。呢幾年講得最多嘅咧就係新質生產力同埋科創。香港要利用河套區，即係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，將上游嘅科研優勢咧同深圳下游嘅產業鏈咧結合。簡單講咧，香港直路，大灣區出工廠，實行科創同埋產業一條龍。第4咧就係呢個民生社會啦，要提升市民嘅獲得感。講到尾咧，搞咁多大計咧，最緊要都係市民受惠，係咪先？過去幾年公屋輪候時間由6.1年縮到4.7年，解決咗部分劏房嘅問題。咁未來5年，政府會繼續用結果導向去做，包括優化醫療啦、安老啦、扶貧啦，同埋繼續處理劣質嘅劏房啦，務求令大家住得好啲，生活得幸福啲。咁第5部分咧就係區域合作啦，大灣區要融為一體。以後香港同內地，尤其是大灣區兄弟城市嘅合作咧，會更加之緊密。唔單止交通1小時生活圈，連資金、人才、數據，甚至專業資格互認，都要做到暢通無阻。第6咧就係體旅加綠色生活，有錢揾都要有得玩。香港要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單靠購物咧已經唔夠㗎啦。未來要將文化啦、體育啦、旅遊啦協同發展，一齊做。例如啟德嘅體育園啦，係咪？
同時仲要推動低碳綠色嘅生活。總結下啦，對於我哋有咩影響先？講咗咁多，其實呢份5年計劃咧，代表住香港施政文化一個大嘅轉變嚟嘅。由以前嘅走完流程就當做咗，變成依家要睇市民嘅真實感受同埋呢個落實嘅成效係點樣。對普通嘅打工仔嚟講咧，呢個計劃係話俾你聽，未來5年最吸金、最蓬勃嘅行業一定係圍繞住科創啦、北部都會區建設啦、綠色金融啦同埋文旅啦。咁如果你依家係諗緊進修、轉行或者創業，跟住呢份5年嘅計劃嘅方向嚟行咧，實冇易着十咁易踩雷嘅。咁如果你係已經退咗休啦，會唔會對於你上大灣區退休養老又會覺得加咗幾分信心咁呢？你認為呢？今日傾到呢度，我係 Neo，下期再見。